好，生成了，我们来整体看一下它返回的全部内容。然后我们从最前面开始看起。好，这第一步就是需要安装的一个依赖库，我们也是像前面的一样把它这个安装命令给复制，然后也是来到代码编辑器这边，打开底部的这个命令行输入窗口，然后粘贴回车，让它安装就行了。Later， 好，安装成功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大模型这边，把它第二步的这个 Python 代码给复制一下，我们看一下复制按钮在哪里。好，在底部这里，然后接着把它 copy 过来，然后回到代码编辑器这边，也是在之前的这个 Python 项目这里，右键 New Python File， 这个我们就叫 Shopping Data 吧，然后把刚刚布置的代码给粘贴上来，再直接点这个运行，把代码跑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因为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所以它跑的时间可能需要长一些。Later， 好，现在代码终于跑完了，我们就来路径这边看一下它的结果吧。然后可以看到它底部这里多了一个 Shopping Data 的数据表，然后我们直接打开看。好，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和这个图表都已经有生成了，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好，这些数据都是全部提取出来的，这价格大于1500的数据，然后这边也是根据我们想要的生成了它的图表，像这个就是根据它的性别，可以看到性别比例，然后这个就是年龄，可以看到各个年龄的分布比例，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年龄它的用的支付方式的比例分别是多少，是不是比你用手工筛选、复制、粘贴，然后再计算生成图表要快得多了。当然，如果你怕它这些生成的数据不准确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其他的表格数据先删除掉，就留一个表格的，然后再跑这段代码，看它生成的这些数据跟你手工去做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就说明它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去跑全部的这些表格就可以了。不知道你学会了没？用 AI 加 Python 实现自动化，哪怕你一点代码都不懂，也能轻松上手。订阅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用 AI 加 Python 提高工作效率的干货。如果你有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者重复繁琐的事情，希望有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可以直接在评论区上面提出来，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怎么通过 AI 大模型来解决。最后，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记得给个 like 和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让大家都能从繁琐工作中释放出来。我们下期见，拜拜。